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同大家講咗有關黃斑病變嘅基本了解，同埋佢嘅病因、症狀之外呢，今日就要講點樣去預防同埋治療啦。我哋要知道呢，由於黃斑病變嘅種類同成因係有好多嘅，所以醫生呢會根據你個別病人嘅病因啦、發病嘅位置同埋個病情呢，嚟決定治療方案。黃斑病變治療嘅目的係阻止個視力進一步咁下降，希望保存現有嘅視力啦，甚至令到視力有所改變嘅。但係遺憾嘅就係呢，目前治療上係唔能夠完全恢復返病發前嘅視力，因為有兩種，一種乾性，一種嘅濕性，佢嘅治療方案都不同嘅。對於乾性嘅呢個黃斑病變，目前醫學上冇任何方法可以治療，處理主要係作為呢個定期觀察，防止乾性嘅黃斑病變變向濕性黃斑病變呢個惡化情況。有研究就發現有啲抗氧化物同埋鋅呢啲補充劑呢，可以延緩乾性黃斑病變嘅情況。至於濕性呢方面呢，就比較嚴重啦。患者嘅黃斑點會出現積水同出血。佢治療嘅方法呢有3種，包括光動力嘅療法。第二呢就係眼裏邊注射藥物治療。第三呢就激光凝固法。我3位朋友呢都有呢個嘅黃斑問題，都要用眼內治療呢個藥物。咁一個呢就係糖尿病導致嘅，另外2個就係老年嘅黃斑病變啦。當然預防係勝於治療啦，咁所以同大家講下點樣去預防呢個黃斑病變係最重要嘅治療方式嚟。有8方面我哋可以注意嘅。首先係戒煙酒，因為煙草裏邊嘅尼古丁、焦油呢啲化學物質呢，係會影響視網膜血管嘅增生嘅。有研究顯示呢，吸煙人士有黃斑病變嘅機率係常人嘅2倍嚟噶。第二點呢，就係要避免紫外線照射你嘅眼睛，因為有研究顯示用動物嚟到作實驗，長時間吸收高能量可見嘅光呢，係會對黃斑點造成傷害。所以我哋外出嘅時候一定要帶防紫外光嘅太陽鏡啦。第3呢，就使用阿姆斯勒方格。嗱，呢個係一張4方嘅紙，裏邊好多橫直線。平常人睇呢，佢係橫同直，但係如果係有呢個黃斑病變嘅呢，佢睇到佢係彎彎曲曲嘅。咁一張咁嘅紙，你隨時可以自己去測試啦。第4呢，就係要均衡飲食，要減少食高飽和脂肪同埋高膽固醇嘅食物。你可以補充啲維他命 C 同 E 啦。蔬果方面，好似提及嘅粟米啦、橙啊、莓類嘅水果、紅蘿蔔等等，或者食多啲魚同埋杞子都好有幫助嘅。第5呢，就要係控制你嘅體重啦，治療高血脂、糖尿病、高血壓呢啲疾病。第6呢，就係要合理用眼啊。有一個原則就係20、20、20， 3個嘅20係代表咩呢？第一個20代表係每20分鐘你睇住寫嘢之外，就要遠望20尺以外嘅事物，望嘅時間20秒，咁就令到你嘅眼睛得以足夠嘅休息。第7呢，就少用電子產品。嗱，雖然現時仲冇足夠嘅數據顯示使用電子產品呢會直接引致黃斑病變，但係智能手機發出嘅藍光呢係可能損傷你嗰個黃斑區。如果你黑暗環境之中玩手機啊、睇電視啊，你個瞳孔會放大咗，眼睛就有機會吸收更加多嘅
高能量可見光。而且你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呢，會令到你嘅眼疲勞啦，形成乾眼症，係容易患上近視呢啲嘅眼疾嘅。第八，當然係定期揾眼科醫生係同你跟進檢查你個眼睛啦。所以希望各位長者朋友呢，你哋時時去關注下自己嘅眼睛，再檢查下，咁就能夠預防呢個黃斑病變咁早嚟噶啦。多謝大家收聽。